飞不落千丈，这里有天造地动，漂流那天。亲爱的来宾朋友们，场中央的高耸入眠，关身后的刀梯，想必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吧？那么，您曾经有着风头如山的一位古代的英雄，并像他那样是虽万死，披肝沥胆的去完成这位英雄。路上是有人当年祖先的理想在他面上去捡起。好，尊敬的各位来宾，亲爱的各位朋友们，在我们表演决定要上之前，首先感谢所有来宾们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你们的对我们苗族少数民族风情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那么企业的朋友观看节目需要表示一下心意，随多一勺，只有你。上灯，生活中万人有空，有你就对，日子变化真强。闪亮，洒下的希望。苗族勇士在登上刀梯之前很香，有勇士钉在他的脚底板上。然后再把9个勇士喷到他的脚底板，并且注意他能够平安无事的到达顶峰，去完成这精彩绝技的表演。好，尊敬的各位来宾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有一句俗话说得好，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我们对于上刀山表演呢，有时候会受到那个环境的影响，年底刚才那种幽默诙谐的表演，但是呢，刚才他表演的时候用的是煤油，所以他的手上沾满了油，油遇到金属、钢铁之类的话呢，会很滑，造成很危险的一幕，对不对？下面就请亲爱的朋友们伸出您热情的掌声，给他来一点鼓励和支持。来宾朋友们，第一个来宾朋友是要飞前进入到挑战高台的顶端，那么到达这里之后。首先给他来一个高空反爆的金刚，欢迎欢迎。动作，表演看到他的动作迅速敏捷，没有使用那个保险绳，没有任何安全措施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大家离他这样子来一个正面力前端这么一个高空正大爆金刚。来，再次掌声鼓励一下。
到达了顶峰，请大家仔细观看他的小底板是否完好无损。他刚才离山的刀梯呢高12米，共有27把锋利无比的钢刀组成。那么到达顶峰之后，没有他上刀山和下刀山之时的动作是否一样的迅速和敏捷？俗话说得好嘛，上山犹豫，下山来拿。